全心来敬拜你主，高举双手敬拜你主，我全心来敬拜你主，高举双手敬拜你主，我全心来敬拜。敬拜，高举双手敬拜你主，敬拜你主，我全心来敬拜你主，我与众天使夫妇深深敬拜。知道你就在这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的神，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义要见
你的荣耀，让我的见你的容颜，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深知道你就在这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的神，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
静在你面前，深知道你就在这里。Ensemble, prions le Christ Seigneur, qui intercède pour nous auprès du Père. Seigneur Jésus, envoyé par le Père pour guérir et sauver tous les hommes, accorde ton pardon. Jesus Christus, du bist gekommen, die Sünder zu berufen. Schenk uns dein Erbarmen. Lord Jesus Christ, you intercede for us at the right hand of the Father. Have mercy on us.
我心，已传我的歌名。我心。
哈利路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过。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伫安静的水边。伊予我的灵魂静养，为着伊的名，带我行义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伫地，你的腿、你的拐安慰我。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甲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我的杯满出来。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主下基督
主来，我心欢喜。我可以，就拢无惊吓。最下基督，主就同在。最下基督，主就同在。主来，常常感谢的主来，我心欢喜。我可以，就拢无惊吓。最下基督，主就同在。最下基督，主就同在。所听也这，咱已经3个月无做伙守圣餐，伫今仔永暗，咱邀请咱的主耶稣进入恁的家庭，互咱享受伊为着咱摆列的饼甲葡萄汁。 Lamm Gottes, du nimmst hinweg die Sünde der Welt.咱已经3个月无做伙守圣餐，伫今仔永暗，咱要用咱的心来纪念主耶稣为着咱所设立的圣餐。伫圣餐的中间，来纪念咱的主耶稣。亲爱的姊妹，主耶稣伫你的厝外，伫你的门外，要入去你的家庭。伫这个暗暝，咱用敬虔的心、感恩的心，来邀请咱家己的主，主叫你进入我的厝内。 今仔用暗你带你的祝福，来用咱的心，来邀请咱的主耶稣进入咱的心内。主耶稣为我摆设生命的宴席，主耶稣恳求你进入我的厝内。 甲我摆设属灵的宴席。主耶稣虽然今仔日伫我的厝内底无饼甲葡萄汁，但是主你若来，我的家庭就要充满属你的祝福。咱恳求主带来伊家己的活命。咱的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会用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 为了恁拍破的，恁通用安尼来纪念我。亲爱的姊妹，咱伸出咱的双手来领受，
咱伸出咱的双手来领受。咱首先感谢主耶稣，主耶稣，我感谢你。就是今仔日暗，是我的家庭单独领受你属灵恩赐的祝福。虽然阮的兄弟姊妹已经3个月，我都伫教会共守圣餐。主耶稣，伫今仔日暗，阮伸出阮的双手。阮的家庭的手，阮个人的手，主耶稣，求你将这个祝福，将这个福杯，享受伫我的家庭。主耶稣，阮感谢你，阮学了你，阮何等的运分，阮何等受你的祝福。当阮伸出双手的时，你将你圣洁的话名享受给阮的家庭。你代表真理、话名、甲道路。兄姐，你伸出你的手，你甲主祷讲，主求你将你完全的话名享受给我，完全的拿来，无完全的就离开。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完全的拿来，不完全就离开。亲爱的，这咱通伸出双手，亲像耶稣的十字架，伫咱领受主耶稣伊的饼，主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所听的姊妹，咱嘛伸出咱的双手，将咱旧的话名交予咱的主耶稣。咱将咱旧的话名，甲主耶稣同定是十字架顶悬。你若愿意，你伸出你的双手，你甲主耶稣讲：主耶稣，我要为你来活。我提开双手，代表我属你，互我活出十字架的话名。主耶稣，伫我领受圣餐的饼。我搁一摆将我家己献予你，你为我死，我愿意为你来活。主耶稣，阮的教会是安尼，我的家庭嘛是安尼，阮每一个细囝嘛是安尼。主耶稣，阮甲你同定伫十字架顶悬，你荣耀的话名，你搁我的话名。你的荣耀就要充满伫我的家庭内底。耶稣，就记伫我，你的圣骨临到迄时。耶稣，就记伫我。你的圣骨临到迄时，耶稣就记伫我。你的圣骨临到迄时，耶稣就记伫我。你的圣骨临到迄时。主耶稣也安尼拍
旁边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恁啉这个杯，就用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用安尼来纪念我。所听的弟姊妹，虽然咱未看到，但是羊羔的宝血已经赏赐予咱。主耶稣已经为咱流出伊的宝血。逐摆咱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伊的死，直到伊过来。亲爱的弟姊妹，咱存出双手。咱来领受，虽然牧师无法度真实将这个杯捧予恁，但是你今仔用暗，通过圣神，将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赏赐伫你的厝内。亲爱的，咱存出双手，咱恳求主耶稣填满伊。咱甲主耶稣祷讲，主互我福杯满溢，主我将我的杯高举伫你的面前，是恩惠伫我的家庭，是恩惠伫我的囡仔，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使阮将阮生命的杯摆咧伫你的手中。主恳求你填满阮的杯，阮要手旁救阮的杯来学了你，阮要手旁救阮的杯，甲阮的亲人、甲阮的朋友同得福音的好处。主耶稣恳求你填满我生命的杯，主耶稣奉你的圣名来祝福每一个我的兄弟姊妹。因存着双手往你来领受，主求你将你羊羔的宝血，就是葡萄宝石，放伫阮的生命中，永远袂吹干，活命的水泉，稳定到家。主耶稣。求你填满阮手中的杯，哈利路亚，主耶稣，你搁活，哈利路亚，主耶稣，你活伫我的家庭内底，你活伫阮的教会内底。主耶稣，感谢你，无一个家庭欠过你，无一个家庭欠过你。这是阮同齐伫你面前伸出双手的阮的兄弟姊妹，无一个人要邀过喙焦。亲爱的兄弟姊妹，当咱已经领受主耶稣所设立的杯，就是信仰。咱将主耶稣所带来的宝血。咱用祈祷将咱伫咱的头壳耳仔内底，咱画一个十字架。你嘛会通为着你的囡仔，伫因的额头，甲因画上十字架。咱全家大大细细，要带有主耶稣基督宝血的记号。主耶稣，阮奉你的圣名来祝福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伫今仔用暗，阮甲主你同坐倒，伫你属灵的恩赦，伫你宝座前，奉你的圣名将这个十字架刻印伫每一个属你的囝子。黑暗的关系袂当侵犯阮，阮带有主你羊羔宝血，我要真侪圣洁的活命，我要属主你光明的囝子，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赐祝。
所有黑暗的关系离开阮的兄弟姊妹因的家庭。荣耀你的名，荣耀你的名，主你掌管，主你掌管到永永远远。主耶稣，阮高举你的十字架。咱若要啉清气的杯，清气的福音，咱就爱摕清气的杯仔内底。咱嘛咧啉上主耶稣的福音的杯，咱就爱用清气圣洁的态度来领受。亲爱的姊妹，咱告别咱的信心，咱甲主耶稣讲：主啊，恭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恭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的保护，我得到清气，因信清气。因为你的保护，我得到清气。主耶稣，我要恭敬领受。亲爱的姊妹，将咱的家庭交托给咱的主耶稣，迎接伊的疼，迎接伊生命的真光。主你的光，主你的心来，我心中迎接你的疼。主你的光，主你的心来，一切黑暗也袂通影响我。主你的光，照伫我的心内，一切黑暗也袂通影响我。主你的光，照伫阮的心内，互我心上迎接你的疼。这用祈祷，为着你的家庭祈祷，用这条诗歌恳求主耶稣将伊的活命真光照伫你的心内，照伫恁的家庭，率用伊的慈爱充满伫你的内底，为着你的亲人，为着你的家庭，出声祈祷。主，阮伫你的面前，为着阮的兄弟姊妹，因的家庭祈祷。就伫这疫情的中间，
不但互阮无惊吓，主恳求你通过这个疫情，互阮的兄弟姊妹会晓教因的囡仔怎样度过困境，怎样用信心来赢过困境的艰难。主，这是阮学习生命的功课上宝贵的时间。阮甲阮的囡仔做伙的时刻，无比这3个月遮尔密切。至圣的天父上帝，恳求你保守阮的兄弟姊妹，互因会当通过这个困境来提醒因的兄弟、因的囝儿，也善用天父上帝你对天地来的权能，为着因的家庭来设立宝座。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将平安做定设立伫因的家庭。主，感谢你听阮祈祷，主，感谢你听阮祈祷，主，求你怜悯阮。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求你怜悯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求你怜悯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求你怜悯我。所听兄弟姊妹，主已经听到咱的祈祷，主耶稣将伊的怜悯的手放伫你的身上，咱同齐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一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就叫阮脱离咧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们。所听下这。耶稣听你，愿恁平安。耶稣听你，愿恁平安。继续享受主耶稣踮伫恁家庭内底，甲恁亲睦迄种的满足、欢喜甲平安。耶稣听你。